機等我有喎，唔該。我哋揸 van 仔嘅，每日踩咁多轉，接觸幾百個客，呢度去嗰度去，都唔知邊個乘客有事。唯有當正個個都可能有事啦，自己勤啲清潔，注意衛生。我哋揸的士嘅，見到個客唔係幾舒服，有幾聲咳咧，我哋都會叫佢戴口罩啊，同埋揾張紙巾遮住啦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就只有自己做足預防功夫啦。想啲乘客同自己安全健康，唔受感染。車廂衛生，梗係由我哋做起啦。香港公共交通工具咧，每日都接載數以萬計嘅乘客咧去到目的地嘅。嗱，一個乾淨衛生嘅車廂環境咧，唔單止對乘客重要，對班司機嚟講咧就更加重要啦。因為佢哋咧就唔可能登記晒每一位乘客嘅資料，追查到邊位乘客受到疫症感染噶嘛。嗱，唔怕一萬，事怕萬一。所以各位從事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機朋友咧，如果你哋唔想病毒有機可乘，以下嘅預防措施真係千祈唔可以少噶。車廂清潔。交通工具譬如話小巴、巴士及的士呢，就車廂裏邊呢，好多地方呢，經常都有乘客接觸嘅。咁譬如話呢個小巴去到呢個站頭停泊嘅時候呢，應該用1比99嘅稀釋配白水呢進行消毒。咁喺疫症爆發期間呢，的士都應該進行同樣嘅清洗。特別要注意嘅地方係包括門掣、扶手同埋乘客所佩戴嘅安全帶。呢種做法係可以保障到司機同下一程乘客嘅健康。特別係如果車廂裏面有嘔吐物，司機更加應該進行徹底清洗同埋消毒㗎。空氣流通。埋站頭等啲山風吹下，車廂都衛生啲啊！以前我哋洗啲冷氣隔塵網咧就好麻煩嘅，咁自從有咗沙士之後咧，我哋就專登揾啲師傅翻嚟咧改裝過嗰個隔塵裝置，咁啊方便我哋每日咧交更嘅時候用啲稀釋嘅漂白水去清洗。乘客衛生。喺車廂內咧，各位司機同業可以將呢啲有關預防傳染病嘅標語咧貼喺當眼嘅位置，咁提醒同埋推動乘客咧要注意個人衛生，咁就可以減少大家喺駕駛途中受到感染嘅機會啦。耶！個人衛生。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機喺繁忙嘅時段，或者喺自己有呼吸道感染病徵嘅時候，都應該主動戴翻口罩。同時喺車廂裏面，因為司機係長時間喺度工作，如果要佢哋經常洗手，可能未必做得到。所以喺車廂裏面應該擺放含有70%酒精嘅消毒紙巾。另外開工嘅時候戴翻手套，亦可以減低同乘客喺找熟嘅時候感染病毒嘅機會。戴手套之後，千祈記住唔好掂面部任何地方，包括眼睛、口部或者鼻哥。除咗手套之後，記住要徹底清洗雙手啊！高危地區接載。瑪麗醫院啦，唔該。遇到啲客要去醫院同埋離開醫院，咁喺啲客離開個車之後呢，我哋都必須要清潔消毒車廂一次，減低病毒留喺車廂嘅時間，同埋預防其他嘅人士受到感染。我哋除咗建議懷疑感染人士戴上口罩，我哋自己都應該主動戴上口罩，以策安全。如果有需要咧，我哋應該協助叫救傷車嚟護送有關嘅乘客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個人同埋個車廂咧都要清潔消毒一次。疫症爆發期措施。喺疫症爆發嘅期間，我哋會通知所有嘅司機加強防疫措施。第一，我哋用1比99
嘅漂白水清洗車廂，每日要洗2次或者以上。第二，所有司機一定要戴口罩。第三，要多啲洗手，如果冇水洗手呢，要用啲消毒嘅紙巾嚟抹手。其實喺疫症爆發期間，我哋每日經過自己嘅的士傳呼台，不停咁廣播，通知啲司機做好消毒清潔嘅措施，等空氣流通，亦都保障到司機同埋乘客嘅安全。另外通知啲司機上嚟的士台攞啲消毒清潔車廂嘅指引，亦都有專人教導佢點樣做好清潔嘅措施。仲有我哋請教汽車工程師，問佢哋攞一啲消毒車廂嘅指引。記住，每日交更同埋收工之後呢，都要將架車大清洗一次。梗係啦，司機同埋乘客健康由清潔車廂開始啊嘛。所謂知易行難，各行各業各崗位嘅員工，記住啊，為咗自己一家人同埋我哋社會健康着想，自律同埋落實咁樣執行各樣防疫嘅措施，千祈唔好知而不行啦。如果發現自己有發燒、咳嗽、嘔吐、肚瀉嘅症狀，要盡快睇醫生，同主動通知僱主申報病歷記錄。就算疫症一旦爆發啦，僱主都可以即時執行相應措施，同埋通知其他嘅員工咧。無論你係僱主定係僱員，記住要繼續保持警覺，貫徹良好嘅個人同埋工作衛生習慣，建立安全嘅文化，關己及人，咁樣疫症咧就會遠離我哋，遠離香港噶啦。